因为6号上午来到南一中的特色课程电视厅，6号拄好是距离南一中100档校庆的最后100天。活动由现任的校长廖才久，佮有真侪位杰出的校友共同来出席这摆宣传活动。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是南一中的大学长，经透过翕影片的方式来祝福母校成立特别满100档，表示祝贺。那我们今天是台南一中100周年校庆的倒数100天。那从今天开始啊，那么到4月16号，我们校庆庆祝大会当天有一系列重要的活动，包括我们会有100年校庆歌曲谢明佑金曲歌王的发表会，另外还有校庆的音乐会，2场的高尔夫球赛，汪启慧院士的专题演讲，以及重回南一中的大师座谈。Rainy days don't seem so wet.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you were worth the wait.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Talk for hours, I never slept. 2 silhouettes on the concrete steps. We watched the sun as it slowly crept from the horizon to the place we met.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活动的现场经头一摆播放特别为建校100档来制作的影片，透过影片的方式来简单来回顾一中100档来的过程。另外，台语金曲歌王谢明佑嘛亲身特别为母校建校100档来创作歌曲。南方来献给学校。我们在4月16号的当天晚上，欢迎海内外的校友回娘家。我们有一个校友回娘家办桌大团圆，欢迎大家4月16号南一中见。南一中的校友会理事长吴荣斌这摆承接100档校庆募款的重要任务。目标是要募集到5000万来帮学校增加硬体设备。最后，伫咧4月16号的英网嘛设置了250道的办道，邀请不管是咧国外还是国内校友，会当做伙转来到母校见证南一中建校100档的荣耀。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